那这个台中五车的定兴宫将近180年的历史了，主要是拜国父千岁。神庙完工落成，100多年来第一届来造就。这个普渡的道声7000多道，相当的壮观。规条路看过去有1000多道的普渡贡品，真壮观。五车中兴宫为了庆祝100年宫庙落成，为了祈求地方平安，即天封路普渡，会知影信徒和附近的宫庙拢来遮拜拜。有社区大学的成员嘛，带大人囡仔来遮看真罕哩看宫庙文化。长兴宫他们办这个谢土的活动，那就特别请老师带过来一起讲解一下，因为这个很难得遇到。今天最主要就是要普渡普渡这一些无形的众生，弘扬底下这样大家都平安。庙会讲，中兴宫甲搭伫咧在地地方已经有要180年的历史。过去庙会是用茶炉起的，到尾因为会漏水，所以伫咧4年前总经费开超过1亿来起新的庙。嘛举办100多年来头一摆的社土典礼。这是100年，我们中正里算第一次所以大家里面也很踊跃也感谢一些领长帮忙那些，就是整个里动起来。新宫庙看起来气派庄严，庙内底各用白米和鸡卵做美容，互信徒来欣赏。庙方嘛希望这一摆举办大典，会当继续传承地方的宫庙文化。